K-pop Demon Hunters 與 All Hallows Eve 光勝過黑暗。 JC Family 嘅光之女團 Force 裏面嘅成員 Benita、Ruth 同埋 Emmanuel， 佢哋連同 K-pop Demon Hunters 嘅 Huntress 嘅 Rumi、Mira 同埋 Sui 喺 Halloween 演唱會裏面同台表演。K-pop Demon Hunters 裏面嘅 Huntress 嘅幾位偶像少女入面唱歌跳舞，一邊對抗黑暗嘅邪靈。佢哋用勇氣、友情同埋愛嘅力量守護世界。喺 How It's Done 嘅歌詞裏面講：聽聽我哋堅定不移嘅聲音，直到我哋嘅歌聲戰勝黑夜，讓恐懼不敢呼吸，直到黑暗遇見光明。聖經亦都教導我哋每個人都係世界嘅光，要讓神嘅愛照亮別人，驅走黑暗同恐懼。10月31日嘅 Halloween 萬聖節，好多人都着上奇裝異服扮鬼扮馬。其實原本係 All Hallows Eve， 係諸聖節嘅首夜。教會會用禱告同埋詩歌紀念歷史中嘅聖徒。今日我哋可以重新揾返呢一個嘅意思。我哋唔怕黑暗，因為光仍然發亮。聖經記載，先知以西結睇見滿谷枯骨，神使氣息要進入呢啲枯骨裏面，結果骨頭動起嚟，連起嚟，長出肉嚟，翻生啦，成為咗極大嘅軍隊。喺呢度話俾我哋聽，神能夠喺最黑暗嘅地方帶嚟生命，神嘅靈使枯骨復活。Huntress 喺黑暗城市中唱出光之歌，讓我哋明白光勝過黑暗，生命戰勝死亡。聖經中嘅天使米迦勒同埋龍，即係魔鬼同埋撒旦，佢哋爭戰。Huntress 對抗黑暗勢力，守護被欺騙嘅人，讓我哋明白勇氣係嚟自真理，而唔係暴力。耶穌話：愛你哋嘅仇敵。K-pop Demon Hunters 表達寬恕被黑暗利用嘅敵人，讓我哋明白真正勝利嘅係愛，而唔係報復。透過 K-pop Demon Hunters 呢個故事， All Hallows Eve 嘅事情同埋聖經嘅真理，讓我哋都被啟發，諗一諗，你覺得光係代表乜嘢呢？如果你感到害怕或者孤單嘅時候，神嘅光可以點樣幫助你呢？如果你係 Huntress， 你會點樣喺學校同埋家裏面發光呢？你願意學習光明嘅軍隊，耶穌基督同埋歷代聖徒嘅好榜樣，以光勝過黑暗，寬恕仇敵，用愛達至真正嘅勝利嗎？讓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讓我哋成為光之戰士。當世界充滿恐懼嘅時候，幫助我哋勇敢、溫柔、有愛心。讓我哋用光同埋愛打敗黑暗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